呢次再續雪之北海道呢，原本係上年去嘅，不過因為一啲變動，今年先去。農曆新年期間唔使旨意換到機票啊，所以睺咗好耐，見到4800蚊直飛呢，就即刻買啦。2020年去完北海道就封咗關，轉眼間已經5年啦。人生有幾多個5年呢？呢5年之間都轉變咗好多，但整體嚟講呢，而家比起5年前嘅生活更好。雖然有啲小病痛，亦都未發達，但係平安度過都係一種幸福啊！費事行去國內線搭鐵路，所以喺國際線樓下搭巴士，車程大約1個鐘啦。第一晚住喺博野，去完哈爾濱之後呢，覺得北海道都唔係好凍啫。札幌雪祭今年2月6號開始，呢日嚟到博野，啲冰雕都仲雕緊。喺呢間札幌中央 Woods Inn 住2晚，好彩訂到每晚500蚊，咁嘅價錢呢，得返膠囊酒店，其他市中心嘅酒店都幾貴，包埋早餐好過住膠囊酒店啦。今次搭國泰來回都 delay 啊，擺低行李就出去食嘢啦。樓下大把嘢食，去咗對面嘅一間食羊肉成吉思汗。呢間有北海道羊肉同埋紐西蘭羊肉，又可以一人獨食。間鋪大約20個位 ，U 字形圍住個廚房。好彩嚟到嗰時呢，唔使等位。叫咗個北海道羊肉 set 1480 yen，加杯梳打水。啲羊肉就冇臊味，好食嘅，但又未至於想再食咯。其他嘢我又唔係好想嗌，所以轉陣就去食拉麵啦。行去附近嘅拉麵橫丁，今次係第3次喺呢度食拉麵啊。某幾間零舍多人排隊嘅，兜咗個圈，見到呢間一角呢冇人排喎。我又未食過蝦湯拉麵，咁就試下呢個海露味噌湯底啦。就咁睇呢就好普通嘅，啲叉燒又好乾咁，啲麵似係油麵咁。見到都冇乜大期望，點知一飲啖湯呢超好味，熱辣辣嘅蝦湯，食完又冇口乾，會想再嚟食呢間啊！食飽就行下附近啦，博野呢頭都好多人，有啲金魚缸呢係着住底衫褲嘅女人，反而喺東京大阪都冇咁張揚。大阪有固力果人，札幌就有 Nikkei 人。喺樓下間羅森買啲嘢，就上返去浸下大浴場，咁就一日啦。第二朝食完早餐就預約咗呢架無料送型嘅 shuttle 去場外市場。趁未夠鐘上車，就喺附近行下，不過一朝早條街好靜。行完大數出嚟勁大雪喎，Cocono 呢個商場個平台個 view 呢好好啊！我喺大數買咗把透明遮嚟擋雪。夠鐘上車啦，咁搭得佢呢架免費車就焗住要幫襯佢㗎啦。大約15分鐘車程呢，就去到場外市場，
佢呢間就識玩啊！除咗免費 shuttle 之外，仲有好多旅遊巴嚟到啊！本來我想喺度食隻毛蟹嘅，咁睇啲價錢呢，比起5年前貴咗成倍。不過匯率就低咗嘅，好似話毛蟹供應量少咗，所以貴啲咯。反而帝王蟹就抵食啲。佢個食堂排晒隊，所以我都冇喺度食嘢，但就買咗5000幾yen啲魷魚絲零食咁咯。記錄下啲價錢啊，睇下過幾年又會加到幾多錢。呢個刺身抵喎，不過呢，未咁早返酒店，費事買啦。因為預約咗1點回程嘅 shuttle 啊，咁就睇下隔離啲鋪頭又點樣。隔離啲鋪都係冇乜客，價錢都差唔多。轉個頭又有旅遊巴嚟到啊，所以個個都係去呢間。回程shuttle呢喺桑園站停嘅，咁我都喺度落車，費事返札幌啊。因為本身都諗住往呢個方向去AEON shopping 嘅。喺發航站落車，大約行10分鐘呢，就有個AEON Mall。呢啲落雪嘅天氣去旅行就好啊，如果長住真係會抑鬱。呢間係北海道限定嘅回轉壽司店，但係價錢都唔算好平。我都係例牌叫呢啲啦，都好新鮮喎，雖然係貴啲。呢個布甸好睇唔好食，奶味唔夠香濃，而且口感好實。shopping 完背囊塞滿晒，拎住一大袋行去地鐵站。喺呢個宮之澤站呢，可以一程返到去博野，但係就要再行10分鐘先入到站。返酒店擺低啲嘢，再出嚟 COCONO 商場買嘢食。買咗呢包古都基啊，冇古都華咁香甜。另外買咗半隻小樽名物炸雞同埋一個粟米包。炸雞啲皮好脆，不過就有啲鞋啊。粟米包就好普通。第3日將個行李篋寄走咗，淨係孭背囊搭長途巴士去望走。我冇懷疑買飛嗰陣呢已經assign埋個位，所以就坐咗窗口位。點知去到第2個站就俾人趕走啦，坐返中間個行。等我仲咁開心，坐側邊又有布簾遮住添。7點50分開車，差唔多6個鐘，下晝2點先會到望走嘅，車費6780 yen。中途有個休息站，可以去下廁所。山長水遠嚟到望走呢，有2個目的嘅，一個係坐破冰船，一個係住不知暖暖旅館。
呢個係網走 JR 站旁邊呢間西餐廳呢，2點落場，仲諗住食呢間嘅意粉添。對面馬路有間家庭式西餐，唯有食呢間啦。叫咗個蘑菇汁雞扒990 yen，再加沙律巴290 yen。沙律巴啲意粉超好食啊，粟米湯都好正。呢間正喎，點解 Google 得3點幾分嘅呢？搭的士去旅館大約15 yen。2016年自駕網走睇知英，嗰時唔知係咪標錯價啦，1200蚊3個人包早晚餐，啲嘢食好味到念念不忘啊！今次我一個人就要1900蚊啊！咁早 check in 就係諗住 hea 下，唔自駕呢，好難去其他景點。呢個網走湖雪景好似天橋立咁喎。呢間旅館嘅特色呢，就係雜不楞，因為老闆好多收藏品啊，乜都 show 晒出嚟。有啲嘢呢都會標價錢嘅，例如啲手工藝品啊同埋花樽。原來佢哋都有養狗喎，不過就冇放出嚟，我見唔到佢哋。我懷疑呢一日淨係得我一個人入住咯。有3間私人風呂嘅，但係好似冇放水咁。露天風呂竟然冇開到，不過大浴場都俾我包咗場。水質就冇乜特別，冇話浸完滑捋捋咁。浸完溫泉又參觀下佢啲展覽品啦。6點半去食晚餐。上次嚟就係食呢啲，個筆記貝扒同埋海膽 mousse 超好食。我一個人包場，頭先經過都見到有2個客嘅。呢個甘筍海膽 mousse 好好味啊！
筆記背扒有3大塊，超好食。呢個炸魚就超脆，好香口。呢個係鴨胸，有3塊嘅，都好食。平時住溫泉旅館呢，多數都係食會席料理，好少會有西餐食。呢度啲西餐整得好好味，而且上次嚟呢，圍返每人先係400蚊，所以對呢間旅館嘅印象非常之深刻。第4日早餐呢，都係坐返嗰個位，隔離就有一對母女。上次嘅早餐可以揀西式或者日式，超級豐富。今次冇得揀啊，就係得日式，都好好食，食到好飽啊！呢間係唯一一間翻兜嘅溫泉旅館，不過今次比較之下呢，就貴咗好多，應該係話上次平得太緊要啦。冇 shuttle bus 接送啊，搭的士落山兜路，收咗我2400 yen。落返嚟網走站坐溜冰物語號火車，來回網走同埋知床斜里站1940 yen。買飛嗰時呢，話啲指定席滿晒，不過好彩呢，冇加錢坐指定席咋。由舊嘅火車改造，車身畫啲圖案啊，又有啲紀念品賣。有綠色貼紙嗰邊呢，就係指定席，可以近啲望海嘅。但係黑色大褸個男人呢，唔識另外嗰3個，買咗指定席就要同人逼住坐啦。呢日天陰陰啦，個海又冇溜冰喎，所以當係遊車河消磨時間。中途呢個北濱站停留10分鐘，可以落車影相。回程嗰班車係11點32分開嘅，所以喺知床斜里站出面睇下有咩行。出面就係個長途巴士站啦，同埋有幾間酒店。行咗去附近呢間便利店，買咗啲零食。冬天嚟呢度呢，真係冇乜景點啊！本來想去埋紋別嘅海豹館，但係交通上就唔到，除非自駕啦。紋別都有破冰船嘅，今年遲咗啊，要2月中先至有溜冰。回程途中呢，就停濱小清水站20分鐘，呢度有間商店。不過我掛住影相啊，冇入去睇有咩賣。
返落嚟網走站，破冰船欠航，因為天氣差啦，兼且冇溜冰，所以臨時決定去溜冰館啊，反正都冇咩地方去啦。途經網走監獄博物館，我就冇乜興趣睇呢度啦。超大風啊！好彩買咗件防風防水褸啫。入場費990 yen， 嚟到嗰時冇乜人啊，不過之後呢，就有幾團旅行團啦。落到去睇咗一個小電影，介紹溜冰係點樣形成嘅。都係睇下啲海洋生物咁啦。呢個溜冰小天使都好得意啊！之後就嚟呢度揈毛巾，-15度啫，真係濕濕碎啊！呢啲冰呢，係上年喺海度撈上嚟嘅真溜冰。呢隻海豹就唔知係真標本定係假㗎啦。2倍快速揈毛巾，硬咗。呢度啲手信都唔貴嘅，買咗個肥咗磁石。買咗呢支多色嘅原子筆。呢盒薄荷朱古力餅呢，得呢區先有嘅，喺札幌同新千歲機場都買唔返啊！呢塊果仁曲奇都幾好食嘅。上到嚟乜都睇唔到，所以冬天嚟北海道呢，真係講運氣。除咗啲景點可能去唔到之外啦，交通亦都可能因為風雪而癱瘓嘅。點解個個畫啲公仔都咁靚㗎？搭巴士落返嚟破冰船個碼頭，有個倒之形，呢架就係破冰船 Aroha 號啦。我 check 過呢，呢度有得賣毛蟹啊，所以諗住買隻返酒店食。個老闆好好，話可以幫我攞去隔離嘅餐廳蒸熟，但係要等半個鐘，咁我費事搭唔到尾班車返酒店，所以就買咗隻煮熟嘅10,500 yen，佢幫我開埋殼。佢話係朝早煮熟嘅，唔係嗰啲雪到冰晒咁。
行返嚟道之驛有好多手信賣。一路忍手冇買肥雀啲嘢，終於喺度睇啱，買咗呢隻錄音肥雀。返到嚟網走站呢，天都黑晒，喺 Sukiya 買咗個牛肉飯。喺網走站對面呢間 Roots Inn 瞓一晚，聽日就飛返去札幌啦。480蚊一晚啦，照舊包早餐同埋有大浴場嘅。呢日冇食 lunch 啊，淨係靠食啲零食為生，所以晚餐早啲食。隻蟹好好味啊，大滿足。第5日食完早餐呢，就諗住搭8:05嘅巴士出機場啦。點知原來2月1號開始呢，改咗時間，7:55走咗班車啦。下一班呢要9:35喎。咁我搭嗰班機呢，就係10:50。雖然內陸機唔使咁早到，但係我不嬲都會預早時間嘅。我問的士司機去機場幾錢，佢話大約6500 yen。佢又勁好人喎，個錶去到6500蚊呢就撳停，但係其實仲有5分鐘先到機場嘅。之後諗返呢，其實應該搭 JR 去西里門別站，再搭的士就平好多啦。喺市區都唔見有七仔 smoothie， 機場反而有喎。上去機場2樓睇下有咩買先。澳資商店呢啲湯咖喱都幾好食嘅，不過呢個 trip 食唔到啦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點知班機呢竟然有 delay， 收到個 email 話賠返2000 yen 嘅，但係啲接收方法我用唔到喎。咁啊走返落去 check in 櫃台啦，好彩佢可以賠返現金俾我，當係補貼返啲的士錢啦，但係前後都嘥咗幾個鐘啊。入到候機室仲要再 delay， 最終呢12:50起飛，遲咗2個鐘。呢日好好天，總好過大風雪欠寒啦。呢座山係咪羅臼河呢？原本諗住去到新千歲機場可以行下食下嘢，然後再搭巴士去支笏湖嘅，但係而家應該要變成追巴士啦。